你，特别新的日子，咱三甲坐到年的时阵，哇，真欢喜，快点大家坐伫这个所在。我每一礼拜都有期待，期待礼拜日敬拜的时阵，我会看到什么人，什么人甲我一同参加敬拜上帝。因为伫遮所领受的、所学到的，是充满咱的心的欢喜。咱礼拜的开始，咱要来唱歌学到上帝。 因靠，世界鸟啊，
我来稳定到赢的赢，因陪咱行过。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伫什么境遇，唔通互苦难压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就要相信有耶稣的疼。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唔通互苦难压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就是有耶稣的疼。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唔通互苦难压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就是有耶稣的疼。好一摆，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唔通互苦难压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就是有耶稣的疼。唔知你愿意相信啊无？相信咱拢互伫咱的外面较赢，赢什么？即摆咧伤心的时阵，上帝甲上帝放袂记；即摆咧艰苦的时阵，甲上帝放袂记。有当时甚至有埋怨，上帝我遐尔啊疼你，为什么你将即个事降临伫我的身上，互我担袂起咧？会记者，无论伫什么境遇、什么时阵，上帝拢甲你同在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是上帝，是看宝贝囝，伊疼你，就爱相信有耶稣的疼。来到一摆，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唔通互苦难压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轻轻讲，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也是有耶稣的疼。无论你什么时阵，无论你什么境遇，咱拢唔通互苦难压去，嘛唔通悲伤失志，因为有耶稣的疼，咱的三角地带。有啥物？你就爱相信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就是有耶稣的疼。今仔日坐咧这个所在，咱是来敬拜上帝，因为你相信耶稣就是咱的神。伊是啥物？上帝是疼，所以有上帝疼甲咱三角地带。今早起，咱坐咧这个所在，只是咱唱歌学了上帝，咱嘛要陪伴咱的心来敬拜伊。咱若要坐咧四个所在要安静，咱就要求圣神充满咱的心。有圣神充满咱的心，咱就要明白，咱就要谦卑，咱就要顺服。今仔日所透放的信息，咱就要记牢伫咱的心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着心来唱这首诗歌，听人信息，听人信息，如你光明，光光我对我全求你，在你主里对求你，因为爱的灵光，不离心，我的求我。事情办咱大，咱用你的心，用心来念这个歌词，用你的心念这个歌词，做咱的祈祷。恳求听堂的信息，求你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内面，感动阮的完全，在你的主意追求合一，培养礼拜甲行动，来敬拜阿罗你，恳求信息充满阮每一个人。